Hello，各位球迷，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相當誇張啊！咁一見到我有片咧，係咪代表已經知道又買咗人咧？咁樣我知好多球迷都等咗好耐，因為今日呢條片咧係講沃斯啊，咁但係喺做呢條片嘅時候咧，已經再有新加盟嘅球員咧，就係左閘嘅卡卡斯啦。咁啊，遲啲再講啦。今日主要講咗沃斯先啦。咁當然啦，好多球迷都對於呢一位德國嘅攻擊中場球員好有期待啦。咁亦都好少見到利物浦會咁大手筆去買呢位球員嘅。咁究竟呢位球員嚟到利物浦，佢會點樣表現呢？或者會擺咩位置呢？本身佢嘅踢法係點呢？或者佢嘅最佳位置喺邊度呢？咁同埋呢個收購代表啲咩呢？喺呢條片入邊咧，會慢慢細講嘅。首先介紹翻啦，沃斯係一個攻擊中場球員啦，係效力利華古遜啦。咁佢喺近呢幾屆嚟講咧，表現最出色，當然就喺前一屆啦，即係啱啱過去嘅兩個球季啦，利華古遜攞冠軍嘅嗰一屆啦。咁佢嘅位置咧，其實佢係一個多面手嚟嘅，好多位置都踢得。可以踢偽9號前鋒，可以踢翼鋒，亦都可以踢進攻中場嘅。不過講最佳位置咧，佢應該最佳位置都係一個進攻中場，中間靠左嘅位置，一個典型嘅10號仔球員嚟嘅。咁喺利華古遜攞冠軍嘅嗰屆咧，佢亦都係球隊嘅進攻主力啦。喺入球同埋助攻都達到好雙位數字嘅貢獻嘅。咁其實咧可以留意到呢位球員，你話就咁目測去睇啦。其中一樣沃斯最突出嘅地方咧，就係佢盤扭能力相當強嘅，同埋佢喺場上佢嘅扭波嘅次數啊係好多嘅，就好依賴盤扭去幫球隊製造空位啊、策動攻勢啊等等嘅。咁而事實上咧，喺德甲嚟講，如果你睇翻上一屆啦，喺靠呢個盤扭而製造機會嚟講咧，佢係名列前茅噶。無論係喺盤扭又好，或者製造機會又好啦，佢都係一個即係數字方面咧表現好出色嘅球員嚟嘅。咁特別在嘅就係咧，好多時候以往見到呢啲腳下功夫咁好、扭波咁強球員咧，好多時候都係會好依賴嗰個人嘅突破能力去製造空間。咁但係亦都相信啦，呢樣嘢嚟緊，大家要仔細留意下呢位球員咧，就係佢除咗扭波之外咧，佢交波嗰下咧都係非常之犀利，尤其是係交最後嘅一傳啊！換句話講咧，其實呢個球員係好難得嘅，就係咧一個有能力去自己穩值，但係同時間咧亦都係好樂意、好願意去交波去做助攻嘅一位球員嚟嘅。好多時候咧睇呢啲翼鋒球員啦，或者10號球員咧，一係咧就俾波好出色，一係咧就贏波，自己攞波上腳好出色。而環顧喺過往嘅一屆咧，喺歐洲5大聯賽入邊咧，其實真係兩樣嘢都做到出色嘅球員唔係太多嘅咋。咁但係沃斯就係其中一個啦。咁呢樣嘢可能大家要留意下，因為咧我記喺沃斯就嚟加盟時候，有個朋友都講過，咦，睇落去目測佢個踢法係好有啲似古天奴啊。其實係有少少相似之處嘅，即係兩個都係技術相當之好啦，同埋重心好低啦，即係盤波扭波嗰下過人咧個能力好強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沃斯同古天奴最大分別係咩咧？就係俾波嗰下，當然古天奴俾波都係毒嘅，OK。咁但係你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咧，喺一啲真係去到禁區頂、去到危險位置嘅時間咧，沃斯係更加願意用俾波嚟製造機會，而且佢嘅大局觀咧亦都比古天奴更加強啊！咁呢樣嘢咧可以慢慢再細講，因為其中一樣我自己覺得啦，雖然話你見到佢好多嘅數據都出色啦，無論係即係製造機會又好啊、射波又好啊、助攻嘅次數又好啊，可以留意咧，佢傳送嘅數據當中咧，喺德甲嚟講啦，佢嗰個 through pass 或者穿透性嘅次數咧，亦都係最頂個 percentile 嘅最多咁滯嘅。咁呢樣嘢係作為一個進攻中場嚟講咧，佢係好有能力去做最後一傳俾波做助攻嗰下嘅。而事實上你話睇翻，譬如話喺即係英超聯同埋呢一個德甲方面嘅數據相比咧，喺上一屆咧，可能喺一啲嘅場均嘅次數嚟講咧，佢哋呢兩個聯賽相比之下咧，沃斯嗰啲數字上係似迪布尼嘅，OK，同迪布尼係有一定嘅相似嘅。咁特別在嘅地方就係其實你睇落去咧，目測個風格唔係好相同，因為即係迪布尼就真係冇咁幼細啦，喺即係一啲窄位嘅扭波方面就係俾波為主啊，俾波比較毒啲啦。咁但係沃斯同佢嘅數字相對咧，又唔係話爭太遠，個 style 咧係似嘅。而事實上睇翻你話喺5大聯賽當中啊，喺嗰個
平均每90分鐘嚟講，入球加助攻啊，咁沃斯嘅數據相當之亮麗。另外咧，佢係一個幾大嘅volume 嘅 shooter 嚟嘅，即係意思嚟講咧，佢射波嘅次數都幾多嚇。換句話講，佢即係幾犯都有呢位球員。OK，咁如果你話講位置上嚟講咧，其實佢就一個好善於咧喺嗰啲線與線之間10號仔嘅位置咧，所謂嘅 half space 入邊啊，即係如果你話將個球場打洞啊，劃開5條線嚟講咧，佢就會喺即係第2同埋第4條線中間嗰個活動比較好啲啦。呢個係佢嘅特色嚟嘅。OK，咁可以留意下呢位球員咧。如果喺呢啲位置度出現的話，係會有好大嘅侵略性嘅。譬如話喺利華古遜又好，打個3-4-2-1嘅陣式，或者德國隊打2個10號佢同埋穆斯亞拿，都可以見到咧呢個位置係最發揮到佢嘅優點嘅。因為除咗你話傳送啦，除咗扭波啦、護波能力強之外咧，其實沃斯我自己覺得喺個踢法上有一個最特別嘅地方係同類型球員比較少見嘅，就係佢嗰個視野好之餘咧，佢個預判性好強啊！如果你詳細啲去睇睇佢啲嘅動作啊，沃斯好多時候咧，佢係個波未到佢腳未到佢身邊，佢未攞啊，其實佢已經差唔多諗定下一步。當然未必係話即係已經諗定一個選擇，可能見到佢諗定幾個選擇都唔奇嘅。咁佢好快已經可以作出一個選擇咧，去選擇第一下係過一過對手先啦，定係已經第一下作出傳送。咁呢樣嘢大家可以慢慢咧喺嚟緊嘅球季再細睇一睇。即係呢位球員咧，好多時候佢嘅預視能力預判能力係好強，同埋佢好清楚自己啲隊友喺邊度。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喺國家隊或者喺球會級以往係夾得比較熟啲嘅情況之下咧，呢樣嘢會比較見得多啲。咁嚟到利物浦，佢可能要適應一下啦，要了解下啲隊友喺邊度走位啦。咁當然其中一樣嘢就對佢嚟講一個先天性嘅優勢就係菲林蓬已經加咗盟啦，都係利華古遜嘅前隊友啦。咁樣以往喺利華古遜睇一啲佢哋嘅入球片段都唔難見到，就係沃斯喺個左路嘅10號位，將個斜線波放一啲過頭波或者身後波，俾遠處右手邊嘅菲林蓬係cut入去禁區入邊做最後一傳或者最後一腳嘅。咁呢樣嘢可以預期，即使嚟到利物浦都會見到嘅。咁但係講到呢度，亦都想講一樣嘢，就係話睇翻如果沃斯作為一個比較適合或者最強嘅位置啦，係打一個左手邊嘅10號仔位置的話咧，你睇到而家利物浦嘅陣績當中咧，其實係冇呢一個位置所在嘅。OK，即係無論係以往高普又好，或者啱呢屆史諾教都好大部分嘅比賽都係踢4-3-3啊。咁換句話講咧，如果你話擺個4-3-3咧，咁沃斯可以出現嘅位置咧，一係就左翼，一係就一個偽9號，咁唔算係佢最佳位置咧。咁呢樣嘢會點樣發展咧？其實亦都可以預期到咧。除咗我相信呢一刻嚟講啦，因為利物浦都仲未買一個即係新嘅中鋒翻嚟而有機會放紐尼斯啦。如果真係買唔到嘅話，可能會有機會擺佢喺個偽9號位置，唔出奇嘅。咁而左翼位咧，佢亦都踢到啦。但係利物浦球隊入邊亦都已經有加保同埋路易斯迪亞斯可以打到左翼位。咁亦都沃斯加盟咧，好大機會會預計呢兩強有一個會係離隊嘅。咁遲下再講啦。不過迪亞斯嘅合約問題啦，而家似乎係冇乜進展啦。咁有機會會見到嚟緊呢個夏天路易斯迪亞斯嘅離隊嘅。咁當然都要睇睇就係有冇球隊願意出價去收購佢啦。似乎喺即係吸引第啲球隊嘅目光嚟講咧，迪亞斯而家係冇紐尼斯咧咁多人留意添咁樣，因為主要可能巴塞隆拿已經有迪高威廉斯呢一個同類型球員咧已經 hold 上咗啦咁樣。咁呢個遲下再講，但係可以預計就係話，如果繼續打4-3-3嘅話，沃斯有機會係打個左翼，亦都有機會打個偽9號。咁但係更加有可能係咩咧？就係上屆喺某一啲嘅比賽當中咧，我哋都曾經見過利物浦係擺出一個所謂4-2-4或者係4-2-4-0嘅陣式啦，冇一個明顯嘅中鋒，而係用兩個進攻中場兩個10號球員啦去踢呢一個所謂最前點嘅啦。咁上一屆咧喺史諾啱啱嚟到之後啊，喺季前熱身賽已經見過，因為當時幾位前鋒球員都未歸隊啦，試過用蘇布斯拿爾啦，試過用艾利亞治啦去踢呢個最前嘅位置啊。咁上一年喺聯賽當中咧，最深印象就係喺第2循環贏曼城嗰場波啦，利物浦都係試過擺呢個所謂4-2-4或者4-2-4-0嘅陣式，一個無鋒陣嘅。咁如果係咁擺的話咧，咁沃斯就好 naturally 啦，可以擺到一個即係所謂無鋒陣雙偽9號當中
左手邊嗰個偽9號嘅位置啦，咁樣。咁大家睇下啦，我覺得嚟緊一屆咧會有機會多啲情況下踢呢個陣式嘅，尤其是如果你話新嘅中鋒球員係真係買唔到嘅話啦嚇，咁但係我相信都應該有機會買到嘅，睇下買邊個咁解啫，同埋睇下放唔放真紐尼斯啦咁樣。咁有機會咧會喺多啲機會嘅情況見到4-2-4-0嘅呢一個陣式嘅。咁沃斯加盟咧，我諗好多球迷都講嘅就話，即係有買貴冇買錯噶啦，的而且確係非常之貴㗎。咁啊，經過咗一輪嘅講價之後啦，最終就係首先利物浦要俾1億英鎊啊，咁啊再加埋一啲嘅條款啦，將來如果能夠滿足到嘅話咧，將會額外加多1600萬英鎊。換句話講，總數咧有機會去到1億1600萬啊。咁呢個數字咧，如果真係最終係呢個數字埋單的話咧，會打破咗英格蘭嘅轉會費紀錄啦。咁睇翻過往利物浦嘅收購咧，唔係冇試過大手筆買人嘅譬如話雲迪克啊、亞里遜等等。但呢啲球員一見到咧，利物浦喺你話以往Michael Edwards 執掌嘅時候咧，唔係唔肯使錢去買人嘅，但係當用到天價去買嘅時候咧，佢哋係要 make sure 一定係買得啱嘅。而相信咧，今次買沃斯而咁肯俾錢咧，亦都喺即係競技方面佢哋嘅考慮，應該知道呢個球員咧點都啱使嘅，係爭在點使咁解啫。不過你話如果睇翻佢嘅踢法，即係佢嘅綜合能力係咁強，亦都唔係真係單單一範。你會睇到利物浦咧，而家陣中好多嘅中前場球員，除咗沙拿之外其餘嘅選擇咧，唔係啲球員唔好，而係啲球員咧唔係好全面嘅啫。當然每個球員都有佢優點，譬如路易斯迪亞斯攞個波箍個波好穩嘅，扭個波一路喺邊線帶住波推進好強嘅。咁但係其餘咧冇波走位嘅能力又未必真係強得咁交關啦。起腳嗰下亦都你話喺啱啱過去呢一季之前一路都俾人哋感覺就係嗰個 end product 唔係好夠啦。加寶其實係一個幾大限制嘅球員嚟㗎，佢可以好專注做左翼嘅角色嘅時候咧，係做得幾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做一啲好細緻嘅組織入中路同隊友策應等等咧，個能力唔夠強啊。咁迪奧高祖特就礙於身材啦，同埋似乎喺多次重傷之後咧，嗰個感覺亦都無復當年勇啦。咁紐尼斯就更加唔好講啦。我諗大家都有眼睇，即係可能係嗰個心理嘅調整，或者係面對壓力之下咧，可能係越踢越慌失失啦。呢樣我諗大家都可以見到啦。咁同埋紐尼斯本身都其實之前呢個頻道都有講過，佢唔係一個單箭頭嘅人物嚟㗎。咁以往喺賓菲加好成功嘅時候咧，佢都係一係就打4-3-3，應該話咧3-4-3打個左手邊，一係打雙箭頭，有人幫佢開路嘅。唔好睇佢身形好高大就覺得佢係開路型先得㗎。佢最佳嘅發揮就係有人幫佢開路嘅時候，當時佢拍住個烏克蘭嘅前鋒耶林卓咁樣。咁遲啲再講下呢個球員如果再轉會嘅話咁但係沃斯嘅加盟咧，因為佢綜合能力強嘛，即係又扭得又比得同埋嗰個意識好咁係一個。無論擺喺進攻咩位置都好你都可以預計佢可以交到一定嘅程度嘅水平出嚟嘅球員。咁所以擺咁多錢去買，再加上即係年紀比較後生嘅話咧，其實都真係好多球迷都已經講咗，簽沃斯翻嚟咧係有買貴冇買錯噶啦咁樣。咁亦都其實再有一樣嘢，我諗大家可能未必有機會會留意，都係睇啲比較啲當地嘅報道會講就係話，睇翻呢個球員嘅背景咁。由佢喺科隆開始，到轉會嚟華古遜，到而家轉會嚟到利物浦，咁感覺上咧，沃斯都係一個好即係追尋成功嘅一位球員，球場上嘅成功係比任何人更加緊要嘅。OK，咁佢亦都我意會到就係佢嚟到利物浦係好希望咧，可以將佢職業生涯再提高一步。嚟到之後咧，佢亦都好快講咗就話，佢覺得利物浦係全世界頭3嘅球會之一嚟嘅。咁唔知佢覺得另外2隊係邊隊啦咁但係都來去都相信西甲雙雄或者巴黎等等，其他都真係未必有利物浦呢一種嘅野心同埋規模去繼續上咁我諗呢樣嘢係佢嘅考量嚟，亦都有傳過就話曼城對佢有興趣啦。OK，咁佢就一啲報道就話佢比較懷疑究竟哥迪奧拿仲會執掌幾耐，而對於曼城個前景咧。
唔係話能夠太過投以信心。咁呢樣相信係真係利物浦俾到，而曼城俾唔到佢嘅嘢。嗱，呢樣好特別嘅。OK，咁另外就係拜仁都對佢有好長嘅興趣啦，好長時間嘅興趣啦。咁但係據聞就係佢一啲報道就喺4至5月期間咧，史諾同阿沃斯見過面之後咧，說服咗阿沃斯覺得佢喺呢度嘅發揮會更加好。咁可能喺拜仁方面咧，大家都可能預計到就話其實喺嗰個10號位入邊咧，其實亦都有一個競爭對手，亦都係國家隊嘅隊友穆斯亞拿啦。咁亦都陣中有唔少嘅上腳型嘅攻擊球員啦。呢樣嘢亦都可能對於沃斯咧加盟拜仁咧係存在咗一個好大嘅疑問啊。咁所以經此一來再講的話咧，大家可以預計就係沃斯喺嚟緊嘅呢屆咧，喺利物浦肯定係一個絕對嘅主力嚟㗎啦。嚟到嘅話，咁只不過係擺咩位，同埋究竟喺球隊方面嘅陣績啊，會唔會去遷就佢而作出更多嘅改變，未必踢咁多所謂嘅4-3-3咧咁啊。其實去到上一屆嘅季尾啊，亦都見到開始會踢得比較多少少一個類似4-2-3-1嘅陣式，即係喺上半季咧，你會見到3個中場咧個功能未必話真係咁清楚，邊一個係一個進攻中場。你到季尾見到有幾場波咧係開始有啲嘗試去試下，即係將蘇布斯尼拉後少少等等咧，可能亦都沃斯加盟啊，因為以往見到啦，蘇布斯尼經常都打一個4-3-3左路嘅中場啦，咁但係照計咧都係中間偏咗球員沃斯同埋蘇布斯尼爾喺2揀1嘅情況之下，斷估又唔會兩個淨係出一個啊，有機會會更加多情況會見到就係話會將蘇布斯尼爾咧係再褪翻落嚟少少做個中場，或者甚至乎咧將蘇布斯尼爾褪前。如果係踢一個4-2-4嘅話咧，有機會係沃斯同埋蘇布斯尼爾兩個踢偽9號都唔出奇，因為身後仲有加芬比啦，同埋麥卡利士打兩個可以踢中場啊嘛。咁所以呢樣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係沃斯嘅加盟咧，相信就嚟緊呢個球季會令到利物浦嘅中前場嗰個戰術咧有更加多嘅變化，而且尤其是喺上一屆去到下半季，大家可能都留意到咧，喺沙拿齋戒月之後嗰輪佢個狀態開始低沉啦。冇咁 sharp 啦，冇上半季咁 sharp 啦。除咗沙拿之外咧，你會發現咗其實利物浦能夠破悶局面對住一啲所謂低位防守拍大巴球隊咧，其實係冇乜一個可以帶生一啲空間出嚟球員，無論係用自己嘅跑動、用自己嘅扭波、用自己嘅傳送都好啊。除咗沙拿之外咧，利物浦係冇一個同類型，即係又扭到又俾到嘅球員嚟。咁沃斯加盟咧，相信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咁呢樣嘢係值得大家期待嘅。無論如何點都好，都幾肯定啦。呢個球員係嚟到球隊會有幾大嘅作用，我自己就相當期待啦。唔知各位球迷又點睇咧？咁嚟到呢刻咧，今日都講到差唔多啦，亦都我又開始整下一條片啊。下一條片就係卡卡斯啦，咁已經喺整呢條片嘅時候咧，已經啱啱宣布加盟咗啦，亦都成為咗球隊嘅第2位匈牙利球員啦，亦都代表啊利物浦喺啱啱6月尾嘅呢刻咧，喺個左閘位有人滿之患喎。有3個左閘，所以可以預計咧喺嚟緊呢幾日喺球季嘅季前熱身正式展開呢2個禮拜左右嘅時候咧，仲會有更加多嘅球員出入嘅，所以大家都記住留意啦。都我自己亦都會盡量啦盡量希望咧即係勤力啲出片啊。咁亦都多謝各位多多支持啊。咁你哋嘅支持咧係我動力嚟嘅。咁如果你而家呢刻都仲未 subscribe 嘅話咧，當然就 subscribe 啦，亦都記住咧 like 同埋留言啊，同埋你嘅留言咧，我冚唪唥都有睇嘅。OK，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下次再傾，下次應該好快啦，因為我一撳停呢條片咧，錄呢條片咧，我就會開始準備卡卡斯嘅片啦。遲啲見啦。